大家好啊！咁就由你講咧，就同大家咧去探討一個咧，就係房協長者大屋換洗屋計劃啦。咁呢個計劃咧，其實就喺舊年嘅施政報告裏邊咧，咁就即係政府就提出咧，接納房協嘅建議咧，就喺佢嘅轄下嘅一啲未補價資助出售嘅房屋裏邊咧，有一個試驗嘅計劃，就係話一啲嘅長者年滿60歲嘅長者業主咧，擁有個單位10年之後咧，就可以喺未補價嘅第二市場咧，就賣個單位之後，亦都可以買翻一個比原先細嘅單位嘅面積嘅單位嘅。但係而家咧，目前房協咧就大概有15000間一啲未補價嘅資助出售單位。房委會咧就分別有咧25萬間未補價嘅居屋，同埋13萬間嘅未補價嘅租置單位嘅。加加埋埋咧就40萬間都大唔少啊！早前有一啲嘅媒體報道咧，就話房協咧就希望喺今年嘅年中咧就公布一啲嘅詳細計劃，預計咧喺第3季就推出一個先導計劃嘅。今日我同文生咧同大家率先就點評一下或者評論一下咧呢一個嘅大屋換洗屋計劃先。文生，我諗都首先問一問下我哋公屋聯會啦，會唔會支持呢個計劃先？嗱，其實我頭先阿偉你都介紹咗啦，咁佢17年嘅11月就我哋已經係向房委會提出呢一個咁嘅意見，希望房委會咧都去推行呢一個咁嘅計劃。當然我哋當然係支持呢個先導計劃啦，當然支持房協嘅先導計劃先啦。而且我哋點解又會同房委會提出嗰個問題呢？其實想當年我哋都諗個問題，其實就加大嗰個流轉上面係一個好嘅試驗或者去通過呢個試驗攞到經驗之後呢，喺個第二市場又好，流轉又好呢，係有個好處。更重要嘅呢，其實喺嗰個而家租金咁高嘅情況底下呢，多一啲嘅一啲流轉啊，多一啲嘅款呢，我諗無論係租金啊，或者係嗰個樓價上面嗰個抑制上面呢，幫居民能夠置業安居咯，我諗有好大好處咯。係因為而家即係不論房協又好，或者房委會都好咧，其實大家都好清楚每一個人一生人咧，只做一次即係享受一啲所謂資助房屋啦。譬如你買一次居屋嘅話咧，就你賣出去咧，就之後就唔可以再去用一個未補價嘅身份咧，就買一啲咁嘅單位嘅。如果要令到一啲嘅市場上面嘅流轉即係加快一啲咧，唯有喺可能公開市場買咯，喺咪公開市場買？但而家樓價咁高嘅話咧，咁你叫一啲即係未補價嘅業主咧，去買一個市場上面嘅單位咧，都相當困難嘅。嗱，其實就即係補咗地價，然後喺市場推出嗰個樓價咧，就一定係拉高啦。當然同私人市場會有距離，但係畢竟佢即係嗰個購買各方面咧，就會能力會受到制約，咁所以咧對嗰個流轉，即係對嗰個置業咧，事實上有一個困難。但係如果留翻喺未補地價裏邊，呢個市場上面流轉咧，相對地價錢梗係低啦。咁佢對於個居民置業咧，我諗個幫助就會好大。咁所以佢客觀上，如果佢形成咗呢度嘅流轉咧，佢形成咗個分割市場咯，同我哋公屋聯會原本提出嚟嗰個概念咧，我諗係好一致嘅。而且從我哋預計從實踐上面咧，如果佢能夠行得通嘅話咧，咁呢個對嗰個市場分割係有好處嘅之餘咧，對嗰個喺我哋未補地價嘅居屋去出售出租呢度咧，嗰個幫助性我諗嗰個意義重大嘅。呢度可以講多少少就係頭先文生講到咧，即係成個市場嘅流轉，我諗相信都係兩個道理啦，一買一賣嘅啫。有買家就自然有賣家啦咁樣。咁但係過去政府就喺即係梁振英時代啦，咁提出就一個未補即係白表叫白居二啦，未補地價可以購買二手單位嘅一個計劃。咁而家就恆常化咗啦。新一期咧就有建議係3000個。呢度係創造咗一批嘅買家去買呢啲單位。但係買嘅時候咧，你有賣家先得㗎嘛？你賣方冇嘅話咧，你只係單純係買家嘅話咧，其實嗰個供求關係仍然係都係會緊張嘅。其實咧，我哋好早期我都喺白居二剛推出嗰陣時間，我都提出一啲嘅問題查詢。咁你又有買家冇賣家，你都係得個講字嘅啫。不過通過實踐上面都係有賣家嘅。不過賣家本身嗰個佢係比較隱藏，唔係咁公開咁攤到出，或者唔係咁快攤到出嚟。所以其實咧，所以白居二嗰個恆常化咧，我哋覺得值得係可以研究同埋做好佢嘅。當然佢亦都有啲咁嘅缺點咧，包括好似話扯高樓價之類。咁但係從另一個數據上面，我哋睇到咧，
佢畢竟同嗰個私人市場嗰個嘅價錢係會差，即係就算補地價都好啦，佢同私人市場嘅差咗，所以白居易本身嗰個值得存在。好，講翻轉頭講翻呢個話題呢，其實買家同賣家嗰個呢，我覺得買家有誘因都好啦，賣家有咩誘因可以推動啊？喂，你覺得？頭先所講到賣家就係話佢賣咗單位出去，如果嗰筆錢呢，佢都買唔翻一間佢原本嘅單位個上客嘅話呢，個誘因就好缺乏嘅。即係話，如果以一個而家嘅未即係大屋換細屋計劃呢，裏邊未補地價嘅容許佢可以再買一間嘅話呢，咁佢又可以諗下啦。喂，我而家買一間出去，嗰筆錢亦都可以買一間相對可能細少少，但係又唔需要自己再揞咁多錢出嚟嘅話呢，咁呢個就係一個誘因喎。咁所以我哋都係對於呢個所謂大屋換細屋計劃呢，其實都同意。不過呢，我哋都聽到啲聲音嘅，就話即係嗱，一個計劃裏邊咧建議就話一個60歲嘅業主擁有一個單位10年嘅話咧，就可以買一個細單位啦咁樣。咁呢一個咧，似乎有啲業主就個反應話會唔會係咪淨係長者業主啊？可唔可以年輕啲都得咧咁樣？文生有冇咩諗法？嗱，其實我會覺得咁嘅，即係如果按照用翻我哋原本嗰個思維，加速嗰個分割市場或者佢嗰個未補地價嘅資助房屋嘅呢個市場嘅流轉咧，我會覺得就未必一定真係要去到60歲，但係10年或以上嗰個居住咧，我諗必須保留啦。唔好你住2年就去，咁咪即係又唔妥當啊，係嘛？咁對個安居就唔係好妥當嘅。但係問題10年居住10年或以上，我同意。但係咧，相對地咧。對於如果要將個分割市場之後加快佢流轉咧，我相信呢，即係我認為呢，應該係可以將個年紀稍為放寬一啲嚇，唔一定要60歲嚇。咁呢個呢，我諗對有好大嘅好處。仲有一個呢，如果60歲至俾佢去流轉呢，有2個問題我哋值得考慮嘅，阿偉，或者你房委會討論有機會討論，我都想即係同你同事討論一下。嗱，其實佢60歲基本上接近退休或者退咗休啦。咁佢嗰個供款能力，銀行對佢嘅測試評估就肯定好打折扣喎。即係換句話講，佢未必係太老款嘅。咁當然頭先講佢大屋換細屋用現金去買嘅得啦。但係係咪會考慮一個問題？咁如果佢能夠有啲措施，佢做到貸款，又或者去即係揾佢個親人做一個聯名按揭。喺貸款上解決問題，咁佢亦都唔使用現金現兜兜咁一大筆錢買，對佢晚年生活或者佢以後嘅生活嘅保障會大啲，會唔會好啲咧？嗱，呢度我諗都同意文生所講，譬如話，而家一個單位賣出去呢，咁再買翻新單位裏邊個處理方法係點樣呢？譬如話過去長者可能啲仔女大晒啦，走晒啦咁樣，咁啊而家可能就個仔女想同翻父母一齊住。但係礙於而家啲政策嚟講咧，你加翻一啲18歲以上嘅仔女入去戶籍喺個居屋裏面戶籍咧，係做唔到嘅。咁如果你話而家新買一間新單位嘅話，譬如可能老人家同個仔女一齊做聯名嘅業主嘅話咧，咁呢度亦都可能解決咗部分之前一啲加唔到戶籍嘅情況。咁亦都可能係透過譬如按揭嘅一啲貸款啦，咁相對地老人家個筆錢咧就唔使全部就攞嚟買樓嘅。可能部分咧拎出嚟都係當係一個生活費啦咁樣，咁會唔會都減輕咗一啲譬如可能喺醫療上面啊、生活上面嘅開支咧？咁呢個我諗彈性嘅處理方法咧，其實對於呢啲嘅家庭嚟講，可能都有啲誘因嘅。咁我就覺得呢個誘因係必須加落去嘅，所以阿偉你有機會喺房委會討論呢個問題嘅時間，我覺得再同你哋啲同事啊，因為我哋房委會同事再傾一傾，呢個其實你即係如果你分割市場。要推動佢流轉，你必須帶俾個誘因，而呢個財務安排管理上面呢個誘因，我覺得相當大嘅。咁你一個幫到長者，另外一個我哋佢嘅年青嘅親眷加咗落去之後咧，對嗰個財務安排各方面咧，應該講係會有好處。係。仲有一點咧就係話關於嗰個轉售嘅情況嗱，有個小姐就講話會唔會係先買後買咧？意思係咪咩咧？就個業主就先賣咗單位出去先，咁咧就大概可能最多2年之後咧就可以2年之內就可以買翻另一個單位咁樣。咁對於2年一個咁嘅建議會唔會覺得都短定長啊？已經嗱，我就覺得咁嘅。咁其實呢個有時間限制係必須嘅，咁你冇無限期啦，係咪？咁2年或者係長定短咧，我諗如果我個人角度啊，即係一時間嘅反應咧，就覺得如果時間稍為長啲，譬如話3年
好唔好啲呢？即係俾多啲時間我哋嗰啲嘅出售咗居屋嘅業主呢，佢係觀察個市場上面嘅變化，時間會多啲，但係唔好太長㗎，你搞到10年8年又唔妥㗎。咁我諗2年或者3年呢，我覺得都合理嘅，但係唔好太短。咁你2、3年，我覺得比較3年我主張3年多少少好啲咯，係。嚟緊我諗頭先個報道裏邊講咧，就話即係預計係年中會公佈計劃啦，第三季可能就會推行呢個計劃。咁其實而家都成4月啦，4月尾啦咁樣。咁我相信都好快都會有啲嘅消息出現嘅。係。咁我諗我哋都要密切去關注呢件事，因為我哋係好早期，我哋都公屋聯會提出呢一個嘅建議，都好榮幸啦。政府亦都聽到呢個聲音咁樣。我諗相信呢一個對於不少嘅一啲嘅業主係流轉方面呢，其實流轉裏邊呢，除咗買翻個單位之外呢，其實佢可以選擇嘅地點啦、單位嘅一啲狀況呢，其實都係有個自主權。比過去即係好僵化地，你唔能夠賣出市場啦，賣啊，咁你就要去買啲或者租或者買喺啲私人市場嘅單位咧，呢、這個反而係一個好嘅一個嘅選擇嘅情況嘅。我哋希望房委會又好，政府可從善如流，呢、這個其實好嘅利民政策，即係應該盡快實施啦。即係通過實踐嚟攞啲經驗，咁不斷咁將嗰個市場分割啦，同埋嗰個推動呢個市場做多啲功夫，利下民咧，令佢安居樂業係。好，咁講咁多先嘛，好啦，拜拜。